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思睿 Keep Going， 我係思思。大家有冇聽過10000小時法則？咩嘢係10000小時法則呢？簡單嚟講，呢個法則話俾我哋知，無論你學緊咩嘢，只要投入大約10000個鐘嘅時間，就可以成為某領域嘅專家。咁係咪真嘅呢？我哋不如計一計數，如果目標用5年時間投入到10000小時，即係每星期就要投入約40小時。咁樣一個有5年全職經驗嘅主管或者經理，應該係一位管理達人。但係事實係咪咁呢？事實係，我哋往往見到有10幾年經驗嘅主管或者經理，佢哋管理能力都係好一般，更談唔上咩嘢嘅管理達人。問題出咗喺邊度？書中指出，單靠幾多鐘頭，佢衡量邊個可以成為專家係唔足夠㗎。關鍵係點樣練習嘅質素同設計。心理學家安德斯艾瑞克森嘅《刻意練習》一書提出，真正推動人由入門到頂尖嘅，唔係時間本身，而係刻意練習。有目標、有回饋、有難度梯度，針對弱點持續調整嘅練習方式。我哋今次會沿住書入邊一個好重要嘅結構去講，人成為某個領域專家，往往會經歷4個階段：1、產生興趣；2、變得認真；3、全心投入；4、開咗新路。你可以當佢係一條長期成長嘅路線圖，由童年或者青春期初期開始，拉長線10年以上，持續向上。好多頂尖高手到嘅世界級水平，都仲係日復日咁磨練，因為頂尖只係另一個開始。喺開始分享呢4階段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俾個 like 支持下我。第一階段，產生興趣，由玩樂去到入門嘅嗰道火。書入邊講過一個經典故事，匈牙利心理學家波爾加拉斯洛培養出3位頂尖西洋棋高手：蘇珊、蘇菲亞同朱棣。佢哋嘅起點唔係密集操練，而係好單純嘅好奇同好玩。當時大家姐蘇珊喺家中櫥櫃揾到新玩具嗰陣，見到棋子，先係俾形狀吸引，再慢慢沉迷於棋局嘅規則、變化同挑戰。呢個就係第一道火，興趣由感官吸引開始，透過遊戲化接觸，種下一粒種子。家長喺呢個階段扮演好重要嘅角色。一方面，家長俾到小朋友時間同關注，令到興趣延續；另一方面，家長會以遊戲方式引導去到工具嘅真正用途，例如講解每個棋子點行，示範鋼琴點彈，帶嚟試下高爾夫揮桿。留意，家長喺呢度唔係硬塞內容，而係引路，令孩子嘅玩樂中感受當中樂趣。好多研究都指出，家長嘅價值觀會慢慢內化成為孩子嘅內在動機、自律、努力、負責同善用時間。當孩子顯露某方面嘅興趣，家長既要鼓勵，亦要恰到好處嘅設定期望。呢度亦都要提一提讚美技巧，我哋係要讚努力多過讚天分，讚策略同堅持多過結果，會令孩子更加願意挑戰困難。呢個就係心理學家卡羅德韋克所講嘅成長型思維。第2階段，變得認真，由玩得好到學得深。當興趣開始具體化，家長通常會揾教練或者老師，將遊戲化嘅接觸轉換成系統化學習。波爾加作為3姊妹嘅第1任教練，雖然棋力未算頂尖，但係佢能夠設計練習同維持動力。細女朱棣曾經講過，未遇過有人好似爸爸咁識鼓舞士氣。呢個嘅初期係關鍵，令孩子持續覺得我得嘅，亦信自己值得繼續投資時間。由呢刻開始就進入刻意練習嘅世界，佢哋係刻意練習幾個核心元素。明確而細分嘅目標唔係練好啲，而係今日專注開局3種變例嘅前3步反應。即時而準確嘅回饋嚟自教練、鏡頭錄影、自我記錄數據。難度適中，但係略高於現水平所謂可承受嘅唔舒適。高度專注、短時高強度重複調整，唔係漫無目的重複，而係每次都有微調。刻意針對弱點，唔逃避最痛嘅地方，因為破口就喺嗰度。呢階段動機會由外在慢慢轉內在，初期可能係為咗比賽獎項、家長認同、同學崇拜，慢慢變成享受進步本身同掌握困難技能嘅成就感。
舉個例，學琴嘅小朋友第一次公開表演，掌聲會令佢感受到努力有回報；游水嘅學生當教練同隊友認同，會更樂意晨早操水。團隊運動方面，群體目標會拉動個人堅持。名人故事可以睇下高爾夫球手老虎活士，佢爸爸由細開始引導佢，但隨住技術提升，教練會不斷微調嘅揮桿動作，甚至喺巔峰時期都願意拆掉重練。呢種喺成功中持續修正，係刻意練習嘅典範，唔係等跌落谷底先改，而係見山仍係山，之際都肯承受短期退步，換取長期突破。第3階段，全心投入，職業化嘅日常與極限挑戰。去到第3階段，學員會主動尋找最頂尖嘅教練，最嚴格嘅訓練環境。呢度嘅門檻通常好高，名師未必輕易收徒，因為資源有限，所以依嚟最頂尖嘅教練會評估你嘅潛力、態度同承諾，期望亦會急速提高。游泳要不斷破 PB， 即係個人最佳紀錄；鋼琴要攻克越嚟越艱深嘅曲目，且要求近乎零失誤；數學要挑戰前人未解嘅難題。呢個階段，父母或者家庭資源仍然重要，但係動機已經內化。雜誌 Money 曾經估算，培養一位頂尖網球選手，每年可能要約3萬美元，用於訓練、場地、教練、比賽旅費等等。資源幫你開門，但唔會幫你行路。成敗關鍵，返到選手自己，可唔可以長期承受高密度訓練？可唔可以保持可承受嘅唔舒適？可唔可以處理挫敗？頂尖者通常擁有幾項共通心理能力：自我監控，知道自己練習嘅質量，延遲滿足，短期痛換長期強，復原力，失手之後迅速調整。可以借用小提琴家海菲茲句名言：如果我1日唔練，自己會知道；2日唔練，樂評會知道；3日唔練，觀眾都會知道。頂尖者明白，維持巔峰係每日嘅功課。再喺網球天王費達拿喺職業生涯中不斷微調技術與戰術，甚至喺生涯後段仲加入更多上網打法，延長競爭力。全心投入唔等於固步自封，而係持續微創新嘅生活方式。第4階段開咗新路，由最好到獨一無二。當一個人喺自身領域成為佼佼者，佢所具備嘅已經唔止係複製師傅。艾瑞克森提醒，到達巔峰之後要繼續向前，唔可以只係模仿。你需要發展一套自我精進嘅機制，靠精緻嘅心智表子去感知細微差距，診斷問題，設計解法。呢度講嘅心智表子，你可以理解成腦入面對於技能嘅高清地圖，專家可以即時睇見一般人睇唔到嘅模式、錯誤同最佳路徑。畢卡索就係好例子，佢早期畫風相當古典，技巧紮實，之後先至不斷嘗試融合、變形，逐步走出立體主義等嘅新風格。唔好以為靈感突然間到，其實前面係長年基本功同大量試驗堆疊而成。開咗新路嘅感覺係點？好似一步步砌樓梯，去到最頂，再加一級，再爬上去，再加一級。你未必一開始知道新路喺邊，但係因為你熟悉做樓梯嘅工序、問題分解、測試假設、收集回捋、快速迭代，你就識得不斷向上。外界眼中嘅飛躍，通常都係無數細小步驟堆出嚟嘅結果。所謂頓悟，好多時只係砌一座塔士嘅最後一塊磚。好啦，一口氣講咗由新手到專家嘅4階段路線圖，以下係我哋實踐建議。1. 產生興趣，廣泛試，用遊戲方式進場，等好奇心帶路。家長同老師要做引路人，而唔係押送員。2. 變得認真，開始引入刻意練習元素，細分目標，建立回饋循環。動機由外轉內，建議用挑戰、可見進步、維持火種。3. 全心投入，職業化日常，建立操練週期，即係訓練回捋恢復再挑戰。學會數據化監控，願意拆掉重練。4. 開咗新路，發展個人心智表子，進入創新區域，用小實驗推進，擁抱不確定性，維持長期主動學習。最後，我想講多2個鼓舞人心嘅故事。第一，愛因斯坦，佢唔係傳說中天才即瞬間開咗，佢成名論文背後有大量反覆推導、質疑與實驗設計，長期思考令佢形成獨特嘅物理直覺。
第二，宮崎駿，佢喺動畫分鏡同手繪細節上近乎苛刻咁要求重來再重來，每個畫面都係經過一層層打磨，最終形成獨步天下嘅敘事與美學。你會見到共同點，頂尖係長期、高質、針對、反覆嘅產物。講到尾，10000鐘頭法則提供咗一個量嘅概念，但真正拉開差距嘅係質。刻意練習將量轉化成質，將時間變成技術。4個階段唔一定完全線性，可能時而前進，時而回溯，但只要方向正確，你就會逐步見到成效。無論你係學樂器、做設計、打程式、做生意，甚至係演講溝通，都可以用呢套方法。希望今次分享能夠成為你專業旅程上嘅一塊踏腳石。如果你認同作者喺4階段，或者你對當中有唔同理解，歡迎你喺下邊留言，講下你自己嘅故事同經驗，覺得有用，記得分享俾朋友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